如果殘疾情況已經穩定，長期無復發，仲唔影響日常生活同工作嘅話，殘疾應徵者同幫手轉介工作嘅中介公司等持份者，仲需要向僱主公開嗰個殘疾嘅情況，並要求持續嘅便利措施嗎？我哋透過阿明嘅故事嚟了解下啦。阿明係一個視障人士，20年前佢曾經患過抑鬱症，但經過治療，加上周遭環境如家人、朋友、社工同埋同事嘅支持，佢嘅病情已經穩定咗，過去10年都無復發嘅跡象。1年前，佢透過職業轉介公司揾到一份比而家份工更穩定嘅工作。經過同社工同轉介機構嘅討論，鑑於抑鬱症多年嚟都無影響生活同工作，決定唔同僱主透露呢段病史，只係講咗自己嘅視障情況。所以公司只安排視障相關嘅調適需求，例如讀屏軟件。不過殘疾嘅影響唔係一成不變嘅，隨住環境改變，阿明多年嚟穩定嘅狀況開始有啲波動，抑鬱症喺一連串事件後慢慢地復發咗。公司原本提供嘅無障礙輔助設施一向足以支持阿明嘅工作需求，但最近公司升級咗系統，新嘅軟件界面同屏幕閱讀軟件嘅兼容性差咗，搞到阿明嘅工作效率跌咗。佢同技術部門反映，但因為技術支持唔夠，問題一直都解決唔到。呢啲令佢覺得無助同挫敗，係壓力累積嘅第一步。公司最近大裝修，新辦公室用咗開放式設計，新環境無隔間，工作區域充滿噪音，成日干擾佢嘅注意力，焦慮感慢慢浮現。點解咁嘈啊？打印機嘅聲音同隔離嘅傾偈聲真係令我無法專心聽讀屏軟件嘅聲音。如果呢個環境一直唔變，我仲可以捱得幾耐啊？阿明開始覺得自己好似困喺一個無處可逃嘅空間入面，情緒因而變得更加緊張。冇耐之後，阿明嘅直屬主管調咗去第2度，新主管接手團隊工作。呢個新主管工作效率高，但對下屬要求好嚴苛，仲習慣好快咁推項目，對需要合理嘅工作調適下先可以提升工作效率嘅阿明顯得無乜耐性。有一次，新主管對阿明嘅工作進度唔滿意，喺會議上公開批評佢。阿明，點解人哋阿偉同你同期開始做，人哋做完1個星期，你都未做完？我最近嘅電腦讀屏軟件用唔到，技術人員仲未完全解決兼容性問題，所以做得冇咁快。呢種唔被理解嘅狀態，進一步加深咗阿明嘅無力感，令佢逐漸對呢個工作失去動力。後來突然有一日，阿明接到父親過身嘅消息。阿明嘅父親係家庭嘅主要經濟支柱，亦係阿明重要嘅精神支柱。父親突然過身，對阿明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打擊，令佢感到更加孤獨。父親嘅過世，加上積壓已久嘅壓力，最後令阿明抑鬱症復發。但因阿明之前未有主動公開其抑鬱症病史，公司基於公平性考慮，未能進一步調整工作上嘅安排，令佢喺年度績效考核未如理想，最終需要辭職。阿明嘅故事我哋暫且講到呢度。大家睇完呢個故事後，仲會唔會覺得殘疾狀態係一成不變？只要多年嚟無復發或者病情受控，唔影響日常生活同工作嘅話，就唔會再惡化，影響工作表現啊。阿明嘅故事揭示咗一個重要事實：殘疾唔係一成不變，佢會隨住環境嘅變化而復發或者改變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嘅國際功能殘疾與健康分類系統 ICF， 環境因素對殘疾嘅影響好重要。當用品同科技，例如輔助工具同設施唔適合殘疾人士，自然環境，例如氣候、地理環境，同人為環境，例如辦公室設計、交通設施等，個人所處嘅社會環境，包括家庭、朋友、同事同社區提供嘅情感同心理支持，外界嘅態度，包括家人、朋友、同事、公司同整個社會嘅信念同睇法，或者係社會嘅服務、法律、政策、體制以及機構嘅政策等，例如無障礙交通支援、公司政策等。
呢啲因素都可以令殘疾員工嘅健康、功能同社會參與產生影響。喺頭先個故事入面，我哋唔難發現殘疾情況同影響係充滿變數，唔會一成不變。我哋而家再諗下，如果殘疾情況已經穩定咗好耐又無復發，殘疾應徵者同幫手轉介工作嘅中介公司等持份者，仲需唔需要喺入職時同僱主公開嗰個殘疾情況啊？殘疾員工、中介機構同公司人力資源管理人員點樣決定幾時、點樣，以及應該同邊個披露殘疾狀況呢？點樣喺爭取工作調適、保護私隱同避免歧視之間揾到平衡呢？請喺評論區同我哋一齊分享你嘅睇法同經歷，一齊探討。